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花日生活投資日記》。咁我係 Neo，我喺日本大學畢業，喺日本住咗超過20年，喺投行咧做咗13年嘅前 trader。嗱，最近咧日本有大概970間公司咧已經公布咗咧 Q1 嘅業績啦。嗱，好多公司咧都 revise up 咗咧2027年3月嘅 earnings，而預測嘅 net profit 咧就大概已經係revise up 到咧14%。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啦，呢啲公司裏面嘅業績嘅方面。嗱，喺 Google Search 同埋 YouTube 嘅討論區裏面咧，收藏得最多嘅入股公司之一咧就係 Advantage 啦，股票編號咧就係6857嘅。嗱，簡單嚟講啦，全世界嘅 AI 晶片咧，無論係 NVIDIA 啦嘅 GPU 啦，或者係TSMC 咧幫人代工嘅 TSMC 都好咧嘅先進晶片咧，出廠之前咧都要經過 Advantage 佢哋嗰部檢測機先可以出到貨嘅。嗱，今日咧就用大概15分鐘啦，同大家拆解呢間公司嘅產品、護城河同埋最新嘅業績。OK，嗱，以上資料啦，只供參考啫，唔係構成嘅投資建議嘅。OK，咁啊，大家當咧好似聽故仔咁講啦。嗱，首先講下歷史先啦。嗱，Advantage 咧係1954年成立嘅，原名咧就叫做 Takeda Nikenko，做電子量測儀器起家。嗱，1950年咧先改名做嘅 Advantage 噶啦。你睇知個名咧就係 Advance 同 Test。OK，嗱，已經有72年歷史嘅日本老牌製造業嘅公司。咁總部咧就喺東京縣之內丸の内，即係東京站附近啦，近住皇宮嗰邊啦。咁公司咧喺東證啦，上市 Prime Session 上市，咁啊編號6857，同時咧係日經225同埋 TOPIX 股30成分股嚟嘅，係日本最具代表性嘅大企業之一。嗱，截至到26年8月咧，市值已經25兆日元啦，25 trillion，係日股裏面咧嘅 index 裏面嘅數一數二嘅重磅股。OK，其實喺日經225嘅 index 裏面咧，佢係第一大嘅largest weight 公司嚟嘅。佢市值唔係第一，但係咧佢個 weighting 係第一嘅，佔嘅成12點幾個%。OK，咁佢最主要做咧係半導體製造方面嘅最後一環就係檢測啦。即係話每一粒晶片出貨前嘅規格咧合唔合符都好啦，OK，誒、都要用過去部機嘅，OK。雖然呢個環節好似唔係好起眼，咁但係如果咧即係有瑕疵流出市場嘅話咧，個後果都幾嚴重嘅。嗱，產品方面啦，Advantage 咧最主要咧就有兩大業務嘅，第一咧就叫 SoC Tester，佢嘅旗艦產品咧就叫 V93000。嗱，專門咧就係做3納米同埋2納米嘅先進程式嘅測試。佢嘅客戶咧包括咗 TSMC 啦、三星啦、Intel 啦，同埋間接為 NVIDIA 一類 AI 晶片嘅公司咧，即係嘅服務咧就做代工嘅喎。第二咧就係Memory Tester，近年咧特別增長一塊咧，主要咧係受惠於 HBM 高頻寬記憶體嘅需求嘅爆發。ABM 係多層 DRAM 對誒對疊埋一齊嘅，層數越多，佢需要嘅檢測嘅工序就會越多嘅。值得留意啦，Advantage 嘅生意咧，其實唔單止咧，淨係賣得多，仲要有個關鍵嘅變數咧，就係每一粒嘅晶片咧需要測試嘅工序咧，本身係有增加嘅喎。所以以前咧就睇量啦，但係現在咧就睇咧就越嚟越複雜啦。OK，就複雜到 OK，咁所以咧變成呢間公司近2年咧係跑贏同業嘅原因。競爭優勢，OK，其實咧點解間公司估值咁高咧？OK，咁第一咧就實際上啦，喺呢個行業咧，只係得兩間公司做嘅啫。OK，咁咪就係日本 Advantage 同埋美國嘅 Teradyne。喺 SoC 測試機呢個細分嘅市場咧，Advantage 咧係長期咧佔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咁啊，先進晶片測試裏面咧，幾乎咧係接近係冇對手嘅喎。另外第二啦，入場門檻高啊，OK，每一代嘅晶片測試規格其實都唔同，需要高度嘅核細化嘅customize 嘅技術啦，精準度咧要去到咧即係納米級嘅 nano 啦，
技術咧係以十幾年計、幾十年計嘅，同晶片合作關係咧一定建立咧，要轉換嘅成本非常之高，形成長期回頭客嘅生意嚟嘅。嗱，第三啦，AI 浪潮結構性嘅受惠，管理層預計啦，2026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嘅規模咧將突破1萬億。好啦，睇到佢第一季嘅業績嘅拆解啦。OK，講翻數字先 Avantis 咧，同其他七成日本公司咧嗰個財政年度一樣嘅，都係由4月到第二年嘅3月嘅。咁所以佢咧佢今季咧係2027年3月到期嘅嚇。咁啊，所以今個第一季咧就2026年嘅4月至6月。OK，咁佢喺7月29號咧公布咗業績嘅。咁啊佢嘅營收啦，OK，3,675億日元，係升咗差唔多四成嘅。營業額1900億，係營業利益啊，係1900億日元 operating profit 係升咗53.3%。季度純利咧係1748%嘅，勁升咗93.8%。OK，三項數字咧都係刷新咗咧季度歷史新高。純利咧就直升到差唔多咧 double 咁滯啦，就反映咧呢個利率咧同步咧擴張得好犀利嘅。OK，所以唔單止淨係個量個單升咗，嗰個年錢效率咧亦都非常之高嘅。即係管理層就話啦，增長主要來自咧 AI 推論晶片測試需求遠超預期啊，咁啊加上 HBM 記憶體咧測試需求咧就持續強勁喎。全年財測大幅上升啊，上收。OK，見到第一季咁好咧，Avantis 咧即刻咧就revise up 咗全年嘅業績嘅指引啦。OK，咁佢營業收入咧由一兆4000億日元咧上升調升到呢一兆7000億嘅上升咧，大概20.7%。Operating profit 咧都由6725億調升到咧8460億，升34.8%。稅前利潤調升四成有多，OK，純利咧亦都係調升四成，去到6600億啦。嗱，單單第一季咧已經將咧 operating profit 咧調高咗2成啦，純利亦都超過4成嘅。咁喺日股裏面咧，其實都 relative 都即係比較少見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係嗰個revise up 嗰個幅度非常之高。嗱，至到8月26，今日係錄影啦，係8月26號，OK。咁啊，其實原本咧之前咧 prepare 依啲資料咧係兩個零禮拜前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啲時間上嘅關係啦，即係唔得閒去錄音嘅，咁啊去到8月26號啦，OK。咁啊點知呢個股價咧，即係經過咗2個禮拜之後，都去翻呢個位，都係33,800日元左右啦。咁市值大概咧係25兆日元嘅。如果睇 P/B 計咧，佢就23.7倍喎。OK，睇落呢個數字唔係好平。OK，咁啊ROE 咧有啲搞錯，嗰個 slide 寫住82.9，其實咧應該咧係57%度啦，係 ROE 係57%。OK，咁啊啲數字搞錯，少少搞錯。咁咧嗰個即係 ROU 就 represent 嗰個效率啦，係非常之高嘅，50幾個 percent 嘅 ROE 係非常非常之高。好啦，咁啊誒風險與總結啦，講下幾樣潛在風險先。OK，咁第一樣咧就係AI 需求咧持續性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如果一旦咧即係嗰啲雲端大廠咧減低資本開支嗰時咧，對呢個測試機嘅需求咧亦都會直接受到影響嘅。OK，第二咧就係行業周期性啦，同其他半導體一樣咧，即係個周期性非常之大，係啦，急升同急跌。OK，第三啦，亦都睇到啦，PBR 同埋 ROE 咧都係處喺歷史新高嘅。OK，而 Forward PE 咧係38.6嘅。OK，咁但係咧，就其實個 net profit 咧都即係預測係升四成，係啦。咁但係有機會咧，可能再 revise up 嘅嗰件事啊。咁啊，第四啦，地緣政治同埋匯率風險啦。OK，客戶咧通常集中都喺英美台海啦。對呢份中國都有嘅。咁啊，供應鏈可能亦都會受到政策上嘅影響啦。OK，咁啊總結嚟講咧，Advantage 係一間護城河，非常之深厚，
直接受到 AI 晶片同埋複雜化嘅趨勢咧，受惠嘅日本即係嘅領頭公司嚟嘅。嗱，8月26號啦，啱啱即係今日錄影嘅朝頭早啦，咁啊，連嘅新聞亦都有報道，Advantest 已經咧今年啊，so far 已經出咗廠5000部呢個 SoC tester，OK，已經喺而家即係8月就已經達成咗今年嘅目標啦。OK，咁所以佢咧亦都會話將明年目標咧提前達成喎，即係一啲原本係明年出單嘅，可能係今年做位咗先。咁佢預計咧係29年啦，當29年嗰時，希望一年出到1萬部嘅 SoC tester，OK，係即係再翻一番，同而家個數字比。嗱，如果大家仲喺度睇緊我呢個錄影嘅朋友咧，係啦，咁啊，即係都證明你對投資日本非常之有興趣啦。咁我喺度同大家講下就係話咧，之後啲片咧亦都會 focus 去咧講日本投資，日本投資，尤其是係地產同股票嘅。OK，喺裡面之中咧，亦都尤其是會講係股票嘅。OK，嗱，所以點解咧？因為雖然咧現在咧 Nikkei 225咧已經升到差唔多7萬點。係啦，但係其實我而家覺得咧，而家即係呢個投資入日本股嘅黃金10年嘅啫。嗱，如果識我嘅朋友知道咧，十幾年前開始咧，我就推薦大家買日本樓啦。OK，咁因為嗰陣時我覺得咧，買日本樓係個黃金10年嚟。但係現在咧，即係呢個故事改變咗啦。而家去到而家係應該係股票嘅時代。OK，嗱，點解咧？啊，希望係之後嗰啲片咧，我會同大家解釋下詳細解釋下點解會覺得嚟緊咧係日本投資股票嘅黃金10年。OK，希望大家即係中意呢段片嘅 subscribe 同埋forward 你俾你嘅朋友。OK，唔該晒，thank you，拜拜。